微笑讲客语，咪咪笑讲客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也是客家人哦。今天我们的微笑讲客语咪咪笑讲客话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吃的客家点心哦。你知道我记得小时候啊，如果下雨的时候，小朋友就不能出去玩。好了，那如果更早以前呢，大人也不能下田哦，怎么办呢？家里的妇女们都很厉害，她总是会变出花样来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让小朋友在家里吃得开开心心的。我现在说的就是这种点心，这种点心呢，客家话叫做米奇莫，米奇莫，其实呢就是闽南语说的米台吧。我安尼讲有对不？我无包我呢。好，米台吧糕。不过呢，讲客话也要跟我学哦，你要跟我学哦。客家话叫做米奇莫，米奇莫哦，好好吃哎。好，它呢可以用炒的，用煮的咯，也可以煮成甜的，煮成咸的，而且很有嚼劲的。再来念一次，米奇莫。米奇莫，哦，还有一种板我一定要讲，那个板啊，软软的，是给小朋友那个乳牙还没有发育很坚固，或老人家呢牙齿咬不动的来吃都非常好。那就是我心爱的九层板。九层板，你知道有多心爱吗？我现在只要每一次要到苗栗啊，之前会打电话说：“阿爸，你要让我买九层板喽！”我就要告诉苗栗的阿爸公说，一定要一大早去抢九层板。九层板，它呢是一层一层呢蒸出来的，很费工的，可能要1个半小时才能够做好呢。所以有机会到客家庄，别忘了说你要吃九层板。但是这种板呢，其实还有很多，像什么发板、捏板，过年的时候吃的发板啊、甜板、甜板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好了，我们练一个句子好了。你说，老板，我要吃米奇莫，这句话怎么说？頭家我要食米奇莫，頭家我要食九層板，頭家我要食半條，頭家我要食不是老板，我要吃你，不是，我不是要吃老板呢，我要吃九層板。别忘了，最后来再练一个徐薇老师的最爱。九层板，九层板 ，OK， 好，我们下回再来学其他的客家话了。九层板，再见喽，安子 C。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